所以中國南方人甚至好多北方人而家都好鍾意廣東。人好，粵語文化有公平基因、民主基因，政府管理清廉。但係點解廣東人唔可以上高層做官呢？呢個問題太複雜啦，今日就唔展開啦嚇。但係我哋唔應該迴避廣東嘅好處，南方人嘅好處。我哋南方人冇北方人咁容易走極端。改革開放前窮，改革開放後呢，都仲係好多人又窮又冇尊嚴。我哋仲唔反思係咪北方人統治咗中國嘅官場同決策層而導致㗎？因為北方戰鬥民族嘅基因導致咗佢哋最擅長打仗，容易走極端，搞權力壟斷，壓迫弱者為佢哋服務。一小撮北佬永遠可以擁有挖民族牆腳嘅特權，公平對佢哋嚟講係冇可能嘅。如果追求絕對公平，佢哋就會等全部人一齊貧窮。而家美國佬要打過嚟啦，內憂外患嘅國家仲唔改變，仲唔反思下係咪應該由廣東人在內嘅南方人再次上台揸莊，搞返好中國？仲要等班北佬、北方人亂咁嚟咩？等中國慢慢返到去貧窮愚昧嘅時代，全民一齊越嚟越窮，直到玩完咩？唔該，北方人你哋做返自己擅長嘅嘢啦，去打仗、去唱歌跳舞都得，唔好阻住個地球轉，唔好阻住我哋人民生活得好，又有尊嚴啦。飛仔哥嘅意見，大家同唔同意啊？同意嘅請關注點讚，用1蚊雞支持飛仔哥，等飛仔哥可以繼續為南方發聲，為廣東發聲，反對呢種歷史嘅倒退，反對呢種北佬造成嘅歷史慣性，支持我哋多啲南方人上去為全國人民主持公道，好唔好啊？多謝，多謝。